一个屋檐下的家，你今天还好吗？无论有多少变化，请记得走回家。昨天对我说的话，今天还记得吗？那些句句关心话，都是对你的牵挂。遇见你，喜欢你，只想和你在一起。想见你，很想你，猜不透你的心意，我不想放弃。一个屋檐下说出真心话，你的眼神诉说牵挂，在我心里悄悄说我最爱家，这是我最想说的内心话。一个屋檐下，今天还好吗？云在流浪，眼泪流下，别再犹豫，天亮慢慢走回家，两人一起在那屋檐下。有垃圾无？垃圾伫倒位？有啊。廖组长，这布料我已经看过啊，你会当请厂商准备出货啊？是总监。哦对了，文玲，你会枵无？便当我无食，你敢要食？唔免啦，我若食，你要食啥？其实我无胃口，你袂当安尼啥物拢无爱食，还是你先食一寡我烘的饼？你的面色看起来无啥好，你莫甲身体拍歹去啦。我的面色敢真是真歹？有淡薄仔。我有听讲你胃无啥好啊，你这可能是老无病啊。以前我伫卖衫的时阵，就常常无闲甲胃无爽快。冰红阿姨，你若要去看医生，会当甲我讲，我会当陪你去啊。看医生有人陪会较方便啦，我会当替你送物件，或者是有啥物问题，咱嘛会当做伙参详啊。唔免啦。我若是身体无爽快，我才请阮妈陪我去就好啊，你毋免烦恼。迄个便当我食袂落，无我食你炸来饼。好啊，来，今仔日有葡萄干的口味，还佫有巧克力口味，食看卖。哇，袂歹呢，足香诶，真香哦。多少？好食，来，你嘛食。哦，食这5种青菜水果会用预防癌症哦。嘿嘿，我来去群组互因看。嘿嘿嘿。阿嬷，文玲啊，来，紧，安怎？你调查了啥法啦？哈，有发现啥未？阿嬷，嗯，我有翕冰红阿姨的垃圾啦。好，你看，啊，这是啥？这写细字，我是要哪看有啦？这蓝色的字你免看啦，这拢是工厂的代志。红色的字吼，这是要去病院的啦。你看，哦，安尼红字遮济啦。你看哦，明仔载暗时伊要去病院，后日要去抽血啊，搁要照超音波，拜5吼，搁要去心理咨询啦，后礼拜嘛要去心理咨询。看起来应该是逐2礼拜拢要去做一届心理咨询呢。那会检查这侪项啊？咨询是要咨询啥物啊？心理咨询就是讲，你若拄着代志吼，较无法度控制家己的情绪，比如讲伤心啦，是郁卒啦，就去找医生开讲者啦。
胃溃疡得来治伤哦。你讲伊已经约几落届啊？妈，哼，可能是伊胃痛痛到足严重的，有去影响到伊的心情啦。拄则我看伊敢若胃痛甲真无爽快，饭拢无食，佮问我敢要食伊的便当。阿嬷，而且我感觉伊敢若无啥想要互人知影伊去病院的代志。我甲伊讲，我会当陪伊去病院做检查，伊拢讲无爱，马上就拒绝我。你甲我看觅，看伊后届要看医生是倒一工？明仔载暗时啦，也是爱我带伊去啊。你卖啦！你做这款代志无适合。慢，我看这代志我着。我转来啊！三姐，你伫哦？嘿，有你来，你来，嘿嘿嘿嘿，阿嬷有任务要派互你。啊？歹势，歹势，好，歹势。不要紧。棉花伊人咧？阿嬷，代志害啊啦！因万家庭会议紧转来，有急事参详。你敢有收到信息？我嘛收到啊。阿嬷敢若真着急，咱等伊开会，是发生什么代志？唔知啊，为什么要坐一个团，唔团去群组就好？是毋是惊互谁看到啊？你敢无印刷？我拄好要走，就收到信息啦。好，安尼咱做伙倒。文琪，有人。阿姐，你嘛收到消息了？对啊。哦，安尼做伙行。阿嬷，因转来啊！阿姐、阿兄，姐姐，爸，姐姐。妈，到底什么代志，互你遮着急，叫大家转来开会？有理啦，你甲恁爸讲你伫病院看到啥物？对，阿嬷爱我去关心明凤阿姨的身体状况，所以我就带伊去病院，然后就看到伊行入去血液肿瘤科。什么意思啊？明凤是胃无爽快，伊去血液肿瘤科是要创啥？安尼讲你阁听无？你某着干妈啦！你做人翁婿实在足无负责任的呢。一个困在你边仔的人破病甲遐尔严重，你拢无感觉？根本是误会啊！这么大条的代志，明凤无可能无甲我讲啊！伊就是惊你烦恼，所以无甲你讲啊！伊就是惊麻烦大家，所以才会暗砍啊！阿姐，明凤阿姨的日志顶面有安排暗时问诊，甲足侪检查。若毋是病情足严重的，哪会爱伊直去病院？啊，文玲讲这你知影无？唉，连家己的翁婿拢不爱讲，哪有可能甲咱讲？家己一人偷偷走去病院检查，我看这件代志吼，无遐样乐观。
迄个时阵，我爸嘛是得着癌症，嘛是偷偷仔去检查，拢毋敢甲我甲张永华讲。毋过安尼真是足奇怪的，隐瞒病情，最后互咱知影，咱毋是搁较艰苦。明峰敢真正得到癌症？爸，明芳阿姨无清脆讲，咱拢莫乌白药。阿妈，你嘛莫烦恼，等明芳阿姨回来才搁讲。我无乌白讲啦，我是亲耳听到的呢。我听你讲吼，讲剩无几个月啊。安尼可能是买期呢。阮爸当初发现时阵，嘛是讲剩3个月。啊，一工袂想伤济啊！我会记得阮妈当初破病的时阵，镜头嘛真济啊。伊定定胃口无好，然后感觉真忝，真爱困。我阁会记得伊定定讲伊胃痛，胃痛就会食袂落去，营养无够，抵抗力就会较歹，所以定定感冒，身体状况愈来愈歹。用看周明峰最近拢好好啊。阿姊，这个镜头伊敢若拢有？对啊，这个镜头伊拢有啊。安尼就有可能是真的啊。哇，赤热烈咯，大家拢伫个，有啥物好代志是？哪会大家的表情这么奇怪？我面顶有啥物物件是？明峰，这么大条代志，你谁都袂甲我讲。我是恁翁呢，我看你甘愿家己一个人眼睛嘛，袂甲我讲。你敢知影我心内有偌艰苦？你知影？我只是想要等较确定的时阵才甲你讲。等确定才讲，检查报告还未出来是无？安尼恁会知影，敢若剩几个月咧？什么检查报告？你毋是？你毋是得到癌症啊？你定讲你胃痛、胃溃疡，你是毋是得到胃癌？无怪恁大家的表情拢这么奇怪。你误会啊啦，我无得到癌症。你无破病？你无破病，你去病院创啥？你去抽血啊？去照迄个超音波？你做这代志要创啥？对啊，阿姨，你是安怎搁去做啥物心理咨询？若毋是足复杂，为什么要去做迄？你若有啥物代志会当甲阮讲？咱拢是一家人啊。我无破病，我只是有心啊。妈，你讲的遐是我去做产前检查，心理咨询是因为有性荷尔蒙变化较大，所以心情较会紧张甲不安。然后，若因为安尼，所以我胃赤酸愈来愈严重，胃不爽快，所以我才会去找心理医生甲我咨询。你有心啊？你哪毋较早甲我讲咧？我是想讲，等满3个月较稳定，到时才甲大家讲嘛袂慢啊。毋是啊，迄天恁妈对你的房间出来，伊是哪行哪哭呢？其实毋是啦，伊毋是伤心在哭。哎呦，你紧讲啊！你哪会无爱开嘴，要甲恁老母急死哦？哈！我有心啊。你搁讲一遍。我有心啊。真啊假啊？妈，较细声的。啊！嘘。我今日去病院做检查，医生要替我照胃镜。
因为爱麻醉，所以爱先确定敢有心，啊，所以我先去抽血，结果因讲我有心啊。我伫咧想，我真正的胃痛、胃刺酸，应该就是有心引起的，所以因就替我转去妇产科。哎呀呀呀呀呀呀！楚文啊，楚文啊，我等就久诶，总是楚文啊！妈，细声的啦。歹势吼，真情吼，我一直带你去看中医啊，食中药调身体，拢无效无息。我阁想讲，你这只老家母袂生卵啊，好佳哉！佳哉，你这个腹肚果算有出脱啦！哎呀！请您一定要好好保庇阮查某囝明芳，保庇，我甲你讲哈，你嫁入来张家，无算啥物，你还有一个囡仔，你咧这个家的地位哦，这真正算有稳，你才是有地位啊！哎呦，妈，你搁讲这创啥？我生囡仔毋是为着地位。哎呦，费力我都管遮济啊！重点是你还好好养身体，你还甲我的金孙顾好。哎呦，总算等着啊！多谢。所以你嘛知影你有心欢喜甲哭出来。嗯，哎，亲妈，明芳，啊你嘛是安怎？毋是着妈是安尼啦。阮妈伫咧内底甲我讲话讲伤久，所以目睭淡薄干，伫咧流目翕。啊，妈，较早转去休困，我送你。阮妈伊足欢喜的，一直想要抱孙，伊是知影我有心，所以才会欢喜甲哭。唔对哦，你妈买遐个补品，拢是着当辈的人在食的啊，那是你妈，迄是阮妈伊买毋对啊啦，伊听人讲遐个补品足营养的，所以伊才会买互我食。唔是啦，唔是安尼，你还佫讲什么滴好油啊，什么剩几个月啦，什么一条性命啦，什么佫要拜拜啊？妈，迄天你伫阮房间外口偷听，我叫是你伫咧客厅看报纸呢。我无啦，我是拄好经过遐啦，啊无注意顺续听到的啦哈。阿嬷的脚足长的吼，过安尼一楼到二楼偷听。妈嘛是关心你嘛，伊知你这阵啊身体无爽快，搁看到恁妈炸遐尼济补品来互你，伊难免会烦恼啊。我知影。妈，你应该是听到我伫咧甲阮妈讲，妇产科医生伫咧替我检查身体的代志。因为你伫外口，所以才无听清楚。歹势哦，拢是我害大家误会啊，所以才会替我烦恼。无代志啊，这种代志还是误会较好，至少大家拢会当放心啊。哎呀，足好诶！以后咱厝诶吼都加一个人啊。尤其你毋是一直伫讲做上细汉的无好，即马你就加一个啊。是小弟还是小妹啊？即摆才9礼拜，医生讲爱13礼拜才会知影。哦，欢迎你以后都毋是上细汉的啊，欢喜啊吼！袂歹哦，拜托大家紧去关心迄个囡仔，以后就无人会当管我自由啊 ，I'm free。你吼哪会遮尔糊涂啦？连家己有心都毋知影，佫讲是胃痛，母甲大家心情吼足紧张诶。我哪知影？我是头一摆有心啊！而且我月事时间本来就乱，最近伤无闲啊，我嘛无去记日子。要毋过是确定是有心，都应该甲我讲啊！遮尔大个代志，哪会当无甲我讲咧？安怎啦？你敢无感觉？虽然大家拢伫咧笑，其实听到这个消息并无欢喜。我
我的囡仔无黄酒好，我只要一想到这，就感觉足艰苦的。免奈会，你想伤济啊！只是消息来了较突然，大家也未反应过来尔。而且，不管别人安怎想，我真欢喜啊！咱的囡仔一定是健康的囡仔。你介意查甫还是查某？拢介意。我想要替你生查某囝，我要生一个真大心的查某囝予你，而且我要甲伊装甲水当当。我只要想到伊伫你的身躯边走来走去，一直叫爸爸爸爸爸爸，我就感觉足过水的。当然啊，不管是生你也是生我，拢会真高水。啊，我袂去食药啊。哦。哎，你落去食安胎药啊！我看公司的代志都交互幼莲，你就踮伫厝的，好好安心啊养胎。我袂，我要上班。医生是嘛建议你爱好好休困，万一你伤忝，互囡仔，哎，反正吼，我希望你吼好好踮伫厝的，轻轻松松。你若想要转去公司，等月来做煞才转去嘛会使啊。也毋过我的朋友，因有的人有心，共款会当上班，这也无啥。而且我伫咧厝内，一定会感觉足无聊的。即马工厂的代志我已经足熟啊，我花嘛真斗3工无问题，你毋免烦恼。明峰，我甲你讲，我一定会好好食药安胎，然后继续上班。医生嘛讲啊，伊叫我爱放轻松，莫紧张。我若真是踮伫咧厝内，我一定感觉足无聊，一定会想东想西。人讲哦，妈妈的心情若是无欢喜，对囡仔有无好的影响。所以，我要上班。爱你哦。想你了，我真的想你了。别再犹豫，天亮慢慢走回家，我们一起在屋檐下。真的啊假啊？阿姨有心啊哦！好，阿姐拢这会啊，过会当互阿姨有心哦。我对伊哦。就干咱两个字啊，佩服尔啦！大家嘛拢惊一条啊！进前冰峰阿姨一直稳摸大家，要甲神神秘秘，害阿嬷掠准伊得着什么绝症，爱我甲张友丽去查清楚伊有什么病。谁拢想袂到，伊是有心。切！问你啦，恁张家是毋是风水有问题啊？啊，你看，做爸爸的结婚3届，然后生一堆囡仔。做囡仔哦，毋是拄结婚翁就死，无就是做伙真久拢无法度结婚，是毋是恁阿姐甲囡仔的运气拢占了了啊？你莫大概拢伫咧遐黑白讲啦。我伫我家己厝内黑白讲，搁安怎？加在你真早就嫁互我，无去影响着。你看恁阿姐，伊姓陈呢，也毋过甲张家有关系哦，结婚的运气拢无好。而是讲，阿姨嘛算是高龄产妇啊，定定伫遐发忝。我看这胎哦，嘛无真稳定。恁敢有讲着刷落来要安怎？阿姨是毋是要咧厝里休困啊？无呢，规暗吼，大家心情都亲像坐云霄飞车共款起起落落。一方面知影伊无破病，拢替伊感觉放心。也毋过一方面，听到伊有心，拢惊甲硬气。我爱替伊感觉欢喜，大家哪有心情做其他的代志？问你啦，后届开家庭会议的时阵哦，你就建议请阿姨吼伫厝里休困，然后工厂哦交互我来管。也毋过讲话爱较好听咧，互大家感觉咱是为着阿姨的身体健康设想。
恁翁的事业哦，敢毋当有较好的发展哦？就靠你啊！你放心，我知影要安怎做。这才是我的好某，对无？阿嬷较好安呢。喂，阿嬷，啥物代志？啊？好啦，我知影。你嘛较早休困哦。阿嬷叫我明仔载搁去参加家庭会议，也毋过伊无找阿姐甲明芳阿姨来参加。无找因两个哦，安尼要讲啥？我嘛毋知影，伊无讲。也毋过我听阿嬷的口气，感觉伊淡薄仔杂。进前明芳阿姨讲想要有心去食中药，我就有听到阿嬷伫咧念，讲伊反对明芳阿姨甲阿姐想要生囡仔的代志。即马明芳阿姨真是有心啊，伊可能无法度接受。我知影恁阿嬷咧想啥，伊就是惊家一个人来分张家的家产，伊的宝贝金孙张友莲就会减一分。你莫安尼讲阿嬷啦！哎呀，我讲的无毋对啦，我就讲周明芳无遮尔简单啦。你看以前公司就大哥大姐咧管啦，伊一日来就分一分。即摆公司三分天下。即摆巴肚内阁有一个囡仔，卡输这个囡仔是查甫的哈哈！恁张家争家产的戏就演袂煞啊！咱甲明芳阿姨的交情遮尔好，阿嬷若真是细细念，要安怎？文玲啊，你会记咱甲阿姨是同国的，只要对阿姨有利，咱两个就会有好处。也毋过，咱袂当表现啊伤明显，两边拢莫得罪，才是上好的啊。足困难呢。好啦，我尽量啦。反正你着建议请阿姨伫厝里好好休困，工厂就交互我来管。也毋过讲正经爱用头壳想假使你感觉会讲了无好，就规气点点莫讲啊，知影吼？好好休困啊！妈，你早起是要食糜还是啉豆奶？妈，奇怪，妈去运动哪袂转来？我要甲朋友出去，今日免从我早倒。我早起要开会，先出去啊。早起爱考试，我甲卡婷先去学校啊。哪会大家拢遮尔早就出门啊？又我是我上早，逐工遮早来，嘛无加班费啊，真害呢。就忝啊！去听咖啡啦。会议室电话哪无关啊？咱到底是啥想要走的？这款无采资源的人都应该该抓出来，好好拍一困啊啦！根本是心怀假心肠。阮咧开会有啥物代志？是的，咖啡若是不够，会当甲我讲啦。是的吼。阿妈，你坐。这人哪空腔啊！哎，好啊，免无闲啊啦，是讲着下代志较要紧啦。
即件代志吼，咱来好好处理一下。咱张家囡仔遮尔呐多啊，而且咱的代志嘛足多，民风无代无志要搁生一个囡仔来斗闹热。唉，我若想到即件代志，暗时哦，变来变去拢困袂去啦。唉，阿嬷，要毋过伊就已经有心啊，咱是会当安怎？总袂当袂回事啊。对啊，阿嬷，你毋是定定伫咧讲厝内干那剩你甲张友丽足无聊的，即马边户阿姨有心，就拄好啊。而且搁较安怎讲，迄嘛是伊甲阿姐的爱的结果啊。是啥物拄啊好啦哈！即摆文琪甲友莲两个人拢还袂结婚呢，恁阿姐是咧赶啥物业绩啦？哪有人赶进度赶到遐尼凶的哈？着爱生来生赢，生囡仔嘛爱排队照规矩来啊！60几岁啊，毋知啥物叫做骗运咯。唉。即摆即件代志，恁哪大家拢无要无紧啊？哪今日我着烦恼啊？阿妈，就参照文琪讲的，毋管咱敢愿意，代志已经发生啊，咱就顺其自然。恁拢无想过，为啥会民风这个时阵要来有心啊？哈，伊有心是有啥物目的？恁敢有去想着啊？你的意思是讲，周明峰想要利用囡仔去争取啥物？对啊！足侪查某人毋是拢安尼，用囡仔做武器啊！尤其吼，恁阿是讲耳空轻啊，民风北岛若是大起来吼，这边甲伊讲一个，迄边搁甲伊讲一个，恁阿就都啥物拢互伊啊！无得靠吼，恁几个人的财产吼，拢会互民风分了了。友莲啊，你是大孙呢，你会比别人较注意较细腻，你这小弟小妹这财产哦，你会甲伊顾好，袂当互民风摕去知无？阿妈，你放心，我会替大家注意。像咱张家，爱注重生来孝教啊，这个规矩绝对袂用乱去。也毋过吼，恁大家放心啦，有阿嬷伫咧，阿嬷永远拢是恁的靠山。这件代志哦，我来担。为着恁这个孙哦，我拢总毋惊。阿嬷，你只要欢欢喜喜，就是阮上大的福气啊！时间差不多啊，阿姊应该得要来上班啊。若无今日是安尼，以后有啥物状况，咱再联络。哦，对，文玲啊，你替阿嬷开一下群组，袂当有恁阿姊甲民风伫内底哦，哈，咱这就好。爱搁开一个群组，咱已经有一个一个屋檐下群组，搁有一个一个屋檐下吐两个群组啊呢。无要紧啦，开群组也毋免钱啊，你就搁开一个年级卡 3，咱这拢加入啊，搁加友丽加友怪啦，吼。冠华咧，冠华毋免啦，这甲冠华有啥物代志啦？加起来真多麻烦。啊个，转去袂当甲恁大家讲哦哈，若甲恁大家讲吼，伊会想讲啊，恁张家的人哪代志遐多啦，歹看。好啦，我知啦。想你了，我真的想你了。一个屋檐下，今天还好吗？在流浪，眼泪流下。阿妈，我送你落去。好啊。对啦，恁大家吼，阿嬷讲的迄话爱记在心肝内啊吼。若有啥物代志吼，爱传迄个来，传去一个年级卡3，毋是一个年级卡2哦，知影无？莫空空呢。知影啦，阿嬷。阿妈，来。好，再见哈。阿嬷拜拜。拜拜。你来我的办公室讲一下。关门。阿嬷拄则讲到遮尔白啊，你有啥物想法？我看你敢若真听周明峰。拢是一家人，我是感觉咱安尼阮麻平风阿姨开群组讲伊，敢若无啥好。若真是要算，咱两个嘛算是半个外人。阿姊，你若甲阿嬷共款，甲代志想甲遐尼复杂？
你无听到阿嬷拄则讲诶，向行来向慢教，规矩还是要分得清楚。所以生等的甲细场也是有差。爱记的，你甲我才是上亲的人，毋管咱真正有啥物无欢喜，遐拢过去啊。咱两个也共心，干嘛互咱迄份舍掉？要毋过，若是要安尼讲，我即马应该算是事业的。阿姊，冠华会照顾我甲医生，所以我的代志你就免烦恼啊。颠倒是你，紧甲交还结婚生囡仔，建立家己的家庭。查某人爱有家己的家庭，才会有归属的感觉。安尼可能爱互你失望啊！我甲交还分手啊！哈？所以交还才是甲原主离做伙啊？毋是因为伊，阮的分手是因为个性袂合，甲别人无关系。哪有可能？交还一直拢听你的，你讲王东伊哪会讲王西？哪有啥物个性袂合？你老实甲我讲，交还是毋是甲迄个原主离过去真做啊？是毋是互诱拐去啊？就甲你讲毋是啊！啊，我感觉安尼足可惜的呢。你交过遐济男朋友，敢若交还甲你较适配？都会适配，伊根本毋是我介意迄款人，好无？我即马想的，拢感觉我当初时是毋是头去弄着，也是因为想小无才会遮受伊的。哪会啊？明明就真适配。哎，你之前交往的遐个男朋友，拢爱甲你共款是高级主管，但人也袂输咧比赛咧，拢要甲对方比谁较强势，最后都亲像当尾星弄地球，啥物拢无啊！敢若交还无共款，伊人温柔，佮顺你的意。像你这种强势查某人，都是应该找这种会包容你的查某人才会用。啊！搁需要你来教我安怎谈恋爱？大学毕业就结婚，规工伫人踅到囡仔边仔戆戆踅，恋爱经验嘛就安尼尔。哎，搁较安怎讲？我嘛做几落年的叶太太，爱情方面我比你搁较有讲话权利。OK， 叶太太讲的拢对，反正我毋管。我即马一个人，只有你这个小妹会当我靠，未来毋管发生啥物代志，你一定要甲我共心，徛共一边，知影无？好啦，来，我互你扣5分钟。安尼15分敢袂用诶？我考虑。大家搞早。总搞早。阿姨，冠华，啥物代志？阿姨，恭喜啊！你嘛知影？我昨听闻讲你有心啊，替你感觉欢喜。我今仔日有买一寡补品，你先食看卖，看有关系无？若无关系，我才买别项。免开钱啊，多谢你。也毋过这件代志，要请你斗3工。伫公司也是莫讲着多，先莫互大家知影。阿姨，我知影啦，无满3个月嘛，我袂胡白乱讲啦。即马厝内哦，加一个囡仔，一定真热烈。阿嬷甲大家吼，一定拢真欢喜。阿姨啊，查某人有心呢，前3个月上重要。进前文林有遗选的时阵哦，我甲阮妈过了足暗呢，只有无爽快，就请伊倒来休困安胎。我其实无问题，只是有时阵胃无爽快、无胃口，然后较会忝。阿姨，你若忝哦，就甲工课互我做，安尼你就用休困啊。其实这件代志，恁阿姐是建议我伫咧厝内好好休困，然后甲工厂交互幼莲去管。免爱用的啦。阿姨，我意思是吼，公司真无简单，有一个遮尔好的制度，甲工厂甲公司分开管理。假使即马因为你有心，就甲工厂交互大哥，安尼员工会感觉公司一下讲东，一下讲西，真无制度。所以你嘛反对交转去？我当然反对啊！阿姨，你看咱工厂进前哦，搁做新运动，搁赶大工，在你的带领之下，阮甲所有代志拢顺利完成，这拢你的功劳呢。即马甲工厂交转去互大哥，安尼进前的拍拼就白了工啊！阿姨，假使你真是需要休困，你就甲工厂交互我管理，有任何问题，我会甲阿姨报告。
等阿姨囡仔生落来，等来上班，就用做甲真顺利啊！你讲的嘛有道理。对公司的员工来讲，这顶边的主管若是一天到晚换来换去，伊嘛无法度安心做代志。对啊，阿姨，有一寡代志哦，我只会当私底下讲。卡叔即马甲工厂哦交互张友莲去管吼，以后哦工厂可能就摕袂转来啊。这件代志，我会搁甲你阿一参详。卡叔需要我斗相共做你开喙，我一定尽全力。我知影，多谢你，你去无用啦。哦，对了，多谢你送我的补品。阿姨，你莫遐尔客气，拢家己人，我先出去啊。好。想你了，我真的想你了，好想回到那天。见你，喜欢你，想和你在一起。这钙片是互面风的，这卵磷脂嘛是互面风的。B 群互面风，维他命 C 互面风，这葡萄糖胺，搁有叶黄素互。亲，这互你过关扎甲过目睭的。哎呀，安尼咧，这才大班呐！啊是讲你买互面风买甲这样多是要创啥？嘿，伊有心啊，一人食两人饱，有价值啊！而且面风巴肚底是咱两家的金孙，我当然爱好好照顾啊！啊，亲啊，搁无偌久，咱两个就要做伙抱金孙啊呢！我甲你嘛算是一家人啊！啊，而且我相信讲吼，面风巴肚底吼，一定是查甫的。哎呦喂啊！那安尼恁张家搁加一个查甫的会当管理公司呢？哎呦喂呀！你这个阿嬷真正足有福气的，足好命的呢，较欢喜的啊！我若摆看到你，我就足欢喜的啦。阮家有两个金孙，我已经真满足啊。面风巴肚内迄个囡仔拢还袂生，就要管理阮家的公司，你敢袂想多啊？跟你讲话就忝的啦，我要入去休困啦。你会转去啊？好好好，我走，我明仔载才来。你明仔载搁要来哦？天下父母心嘛，阮查某囝有心啊，做老母的当然爱尽心照顾伊啊。你是啥物老母？大家知的啦。对啦对啦，这吼我听明峰讲，过两天啊，你要办啥物家庭聚餐是吧？我是明峰巴肚底迄个囡仔的外妈，安尼嘛算是甲张家有关系啊。你会记到时阵通知我哦。还阁有，我食咸，我食几落间迄个川菜做了真好的餐厅。你若是唔知影倒一间餐厅，你甲我讲啊，我替恁订哈。老大人时间到爱休困，身体要紧。我家己知影安怎行，我会出去。拜拜。这查某搁搞面皮，会互你气死有影。无骂你如果我实在吼。去食官庙公，后来啊加碰果，有即款歹人客要来食免钱，我甘愿摕去救济。即个自产无要办啊！阿嬷哪会伫咧群组内底甲明凤阿姨的妈妈讲甲遐尼歹听？团唔对啊，哪有可能团唔对啦？我就团去咱的群组啊！毋是啦，阿嬷，你应该爱团去第三个群组，你团去第二个群组啊啦！这个群组内底嘛有明凤阿姨。徐委领导，我请你。
对我条条啉的水爱。水爱有淡薄仔酒的香味，也阁有爱。既然咱分手啊，我了就无啊，我做袂出来。你这囡仔吼，自细汉就大心啦。你逐项代志拢替别人设想，成全别人。也毋过即届吼，你爱替家己拍算。今日日时我陪你啉咖啡，暗时我陪你啉酒。干杯！来，干杯！已经想袂起来，顶届甲张连我遮尔近是啥物时阵啊？灰白色墙面，画了几朵笑脸。当你卸下冒险，回到这房间，以前的以前都开始怀念。从一个屋檐，心里几种语言。当你在我们间像不存走远，过去都时过境迁。想你了，我真的想你了，好想回到那天你在身